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家先，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郭建明做立法院这个民进党的总调已经做25天啊。民进党团昨来举行干部的改选，确定由立委蔡其昌来接任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致辞时阵也希望调也会当来和解。立法院长韩国瑜阁有亲身去拜会郭建明，来表达关心。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廿八第一，立法院理事举行新春团拜，同一日也是民进党团干部改选日，郭建明的总调电竞之路，面临前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挑战。对可能是最后一摆以总调身份致辞，郭建明毋忘各政党和解。国民党团总调卜坤基送温暖，感谢郭建明多年来辛劳。希望朝野真正和解。如果党委时间够多。我相信柯总召在立法院30年，他的辛苦大家都看见。我们给柯总召温馨的掌声，好不好？民进党团召开党团大会，郭建明表态主动退让，愿意传承。党团最后以推举方式由蔡其昌接任总调，曾水雄接任干事长，范云担任书记长。现场营造大团结气氛，郭建明、蔡其昌也小揽第一。也毋过，访问着交接总调的心情，郭建明离开无加讲话。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亲自拜会郭建明，祝贺伊。同一天进立法院30多年前，所以今天柯总召辞掉总召，我来给他打气加油，也希望他注意到身心之间的调节。郭建明担任总调25年来，经过几摆的政党轮替，跨过前总统李登辉到现任总统赖清德，伊投入真侪摆国会攻防，见证国会变局，像伫海空战略提升特别条例，批评国民党反对国防来伫进口政绩，伊也亲自解说民进党过去反美股。郭建明也批评在野危险乱政，也毋过去年大罢免失利了后，赖总统捌表态，总调改选爱符合社会期待。郭建明面临党内逼宫，今嘛总调生涯结束，也代表郭建明的时代结束啊。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接下来朝野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加理性，能够更加和谐。新会期接任民进党团，防假望真深。蔡其昌强调，会甲行政院加强沟通，建立斗达，也会努力互朝野互动更加理性和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来自中国的民众党立委李正秀，因为消除原国籍的政绩，由原是有记录。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就呛评讲，若是立法院无要甲伊改职，安尼法律的责任就伫咧国会。另外，行政院长倒因台甲内政部长刘世芳伫咧立法院是用女士来称呼李正秀，毋是叫委员，这条互李正秀咧批评甲伊霸凌。几摆台商代表食饭，海基会伫上月7日举行大陆台商春节活动。总统赖清德上台致意的时阵，毋若真正介意中国大陆，也是大陆称呼对话，搁再声明两岸目标都是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共赢。我上任之后呢，也是一样坚定的捍卫国家安全，维持台海的稳定以及印太的和平。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新的一年，两岸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含义。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福祉，我们都愿意递出橄榄枝。不过，交流的同时，陆委会嘛提醒台商注意3大风险，包括对华、内部经济，也有外部因素。政治方面，也有中共军机来扰台，针对性的常态军演等，应该做好风险控管。那两款议题，民进党中配立委李正秀，互人质疑登记参选时阵有对华户籍，无照规定放弃原国籍，诸多问题继续的讨论。他的有关于国籍法及两岸条例的部分程序都没有完备然后相关的疑虑也还没有去除。所有的公职人员，大家是不是对中华民国宪法宣誓？是不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如果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今天没有任何争议。谢谢。那陆委会甲内政部行政院倒因台嘛，以律师称呼李正秀毋是立委，伊批评只是公开霸凌。不过李正秀的就职资格有疑虑，是不是改职嘛引起关心。立法院如果硬是不让他解职，硬是要他继续担任立委的话，法律的责任是在
立法院这里。未来他跟你们咨询的时候，你会跟他备询吗？一样啊，我们就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定啊，我们是称他为李珍秀。邓永定表示，对于国家甲宪法的忠诚，若是爱互人逼，都一点仔价值都无。刘委会讲，为了避免公职人员产生双重忠诚的风险，未来伫牵涉机密会议也是质询的时阵，行政机关会以上严格的标准处理。记者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是开始东北季风会流增强，伫咧基隆北海岸东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大台北的山区会较高落阵雨，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桃园以北会较高落38號，伫咧新竹以南是多雲到好天。禮拜開始水氣會變較高，中部以北、東部、恒春半島甲南部的山區會較高落雨。另外，上新的地動資訊，伫昨半暝1點外，台南市南化區是連續發生規模4.3甲規模3.6的這個地動，深度攏干啊9公里外，好佳在是無傳出災情。繼續來關心地動，在昨中到12點37分左右，伫咧宜蘭下近海是發生規模5.6的地動，國家級的警報也隆重咧彈，甚至尤其影響到台北捷運的列車甲火車攏有暫時來放慢速度。地動的接報中心是研判講，這場地動是去年宜蘭7.0大地動的地動尾。國家級的地動警報大響，天棚的吊頂一直響，帶佇宜蘭民眾真有感覺。我的風雨我驚死啊，好可怕哦！就一個劇烈搖晃就過了。哦，有沒有？那時候有沒有嚇一跳？還好啦。車將慢速行軌。台北捷運嘛加強廣播甲走馬燈，全線列車開始慢速行駛的巡邏機制，代替和平到宜蘭3區間列車嘛，因為開較慢延誤，好佳在後來攏擱再正常營運，高鐵是正常行駛。這個地動是伫24中到12點37分發生的，震央佇宜蘭縣政府東南東方16.9公里的所在，規模5.6，深度66.8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宜蘭南澳4級，花蓮新北台北3級，南投彰化2級，基隆台中1級。氣象署地動測報中心研判，較有可能是去年12月27，宜蘭海峽規模7.0地動較大的地動尾，而且未來還會發生規模3還是4的地動尾。那當時這個主震的深度是67.7公里，那跟這一次的深度是幾乎一樣的，非常接近。地動專家郭凱文表示，5.6的地動相當是1/8的原子彈威力。地動的原因是菲律賓海板塊沉落去後亞大陸板塊所造成的。特別注意的是，台灣一年平均差不多4萬件地動，花蓮就佔38.8%，也是台灣地區活動上接的所在。不過今年以來，台灣15屆有感地動攏無發生喺花蓮，已經改寫花蓮當年度上賣發生地動的記錄，而且為去年12月23日當，有63天無發生有感地動，一定要提高警覺。有63天沒有顯著有感地震，花蓮反而是在一個是顯著有感地震的瓶頸期這樣子。郭凱文是講，馬來西亞外海進前發生規模7.1的強烈地動，代表全球地動的冰靜期已經結束。台灣未來地動活動是不是會變較接？這原來是後續觀察的重點。尤其是花蓮若發生有感地動，而且地動的規模至少4級以上。記者採訪報道。目前全台灣這水庫的欠水量是大約32至97%，水利署預估未來一季的雨量會較少，因為趕緊來找水調度甲生水來應對，嘛已經做5屆人工催雨啊，隨時會來檢討各地水情點好。另外，伫咧嘉義市府是因為這南潭水庫的欠水量存無到5成，所以對拜三開始會暫停這個音樂噴泉表演。嘉義的南潭音樂噴泉是國內一直有的音樂噴泉之一。不過，這陣嘉義的南潭水庫因為降雨量較少，水位降低，為2號開始暫停音樂噴泉演出。近期降雨量影響，那最近進入枯水期，南潭水庫水位降低，那市政府這邊決定將南潭的音樂噴泉自2月25日起暫停演出。看嘉義南潭水庫水位唔係一直降低，水庫四周圍的大土攏現出來，引起外界的關心。國內今年的上新水情甲供水狀況，經濟部水利署講，到23節起7點的統計，咱國內水庫欠水率上低，就是寶山水庫敢若剩32%，其他包含寶山第二水庫、烏山水庫、霧社、詹文這水庫欠水率較無5成，嘉義南潭較無4成。明天就會
召开水情会议，并不是说3月才会开，其实我们现在要1-2个礼拜就开一次。这个人工增雨目前已经有5次。考虑全台湾的水情进入大水期的考验，经济部水利署讲，目前主要的水库欠水率也是维持32%至97%。所以袂伤烦恼水情，不过未来一季雨量的预测是偏少至正常，爱谨慎因应。水利署会透过加取水、加调水、甲加省水，稳定各地的用水。针对已经完工的金珠莲，已经发挥调度的功效。珍珠串的这个计划产生调水的一个效果。那我想这一些都是给水利人员在做水情调度上面的一些工具。那当然我们工具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大家的这个对枯水期的这个焦虑就会降低。水利署是讲会持续监看水情，确保民生产业甲农业稳定供水，每2礼拜召开会议，变动检讨调度，也甲防止可坏做法，呼吁全民甲产业共同省水。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大车的职业驾驶严重欠工，有绑令65岁至68岁会当一个日时走车，那违规原底是罚6000至12000，因过考虑到因毋是无照赛车，所以按算对5月开始，这罚金就会降到1800至3600。再来看中国时报，昨台股开悬走悬，盘中上济去超过1000点，落尾是收伫咧34700点。因那台积电是去65块，收伫咧1965块，创下新高纪录。落尾是自由时报，行政院提出1.25兆的国防预算，拢予在野党来封杀。民众党团有家己提出4000亿的版本，对于美国军购的金额，敢若占国防部规划1/3。经过调研协商了后，决定这2个版本并案做回复委来审查。因为这3大军购案的法计师伫咧3月15就到期，若是唔紧处理，或者是无通过预算，可能就会失效。你看，伊是按算将这行政院甲民众党的版本并案3月初6要复委审查，国民党团也讲，因会赶紧提出因的版本。台海情势无稳定，中国军队对台湾这片铺设地带的侵扰，国防部2次发布侦查到5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虽然无中国军机的侵扰，但有发现出现2粒中国的空飞机轨啊，分别伫家人西北71海里，关渡35000尺，和家人西边96海里，关渡17000尺，国军严密应处。美国这边帮助国军强化战力，同意卖台湾 M109A7 自走炮、拖式飞弹会当继续买，阁有标称反价飞弹继续买。不过这3项军购案的法计师特别伫3月15到期，期限若无延全，有可能互取消。对这国防部长顾立平嘛讲，有可能未付得到特别预算，会先经处理法院的授权和美方来签约。那在预算编制通过之前，是不是能够授权国防部来跟美方签署这个？发价书就这3个案的发价书，那取得立法院的同意授权，我想就不至于延误。另外，立法院伫顶会期若被是10摆动国防特别条例，新会期是大拐弯，在野伫5院地会了后是放出善意，条约达成共识，同意甲正义版3月初6来复委，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来审查。但是国民党团进前表态讲未通过正义版，会和美国沟通，家己提出版本，对这顾立平嘛做回应，并不是很理解。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个要跟美方沟通，或者是有关军购案的事项，不管是从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等等，他们都一再的肯定这个1兆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的编列。我们愿意在韩院长希望朝野大家同心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愿意提出国民党相对的版本。立院要做的是监督执政，立院不是自己执政，军购是总统的权限。国民党召开立法实务研讨会，部分期表示讲会凝聚共识，较紧来提出国民党的版本复委审查。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强调讲，要化解个人对国防预算的疑虑，表示在野是全力支持国防安全，但是要替个人甲钱包顾好。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新会期昨开议，各党团拢关注一个关税的议题。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要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上台备询，也毋过去互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声来解阻挡，讲质询定以院长为主。另外，针对着总统讲要去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做一解问，做一解回答，也毋过党团协商是破局。针对这立委发言的分配是无共识，连讲再个继续讨论。立法院新会期临时开议，行政院长窦英台在国会施政报告表示，政府会提出13项战略产业，包括半导体、AI、人工智慧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各支持10大法案准备做修订。伊表示，针对顶一个会期卡关的相关法案已经集结，5院这地会已经请韩院长斗3讲。基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跟国家安全，当然这是现在行政立法两院当中最重要的，也应该是多数国人很关切的。自今年度总预算案、正一般在违法修正案各项特别条例、加多项人事动议款案，多亏5万国会尽速审议。去年11月17日，立法院核决4名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名单高达超过3个月，立委关注什么时阵补提？行政院的提出的人选全数被否决，我也觉得很遗憾。所以这执政以来，我一直在检讨这4位委员到底是哪里的缺失。你要检讨多久？检讨到有找到比他们更适合的人。人选提出来了吗？提出来你不接受，责任又在我啊。双方twe修正3党团的执行代表也拢关注关税议题。当领军单破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点名就来时，韩国瑜做出裁示。除院长请假未能列席之外，才能由副院长代为答询。原则上，副院长上台备询，像副委员级过去都有上台啊。那没关系，那我们请卓院长。韩国瑜也表示，已经邀请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方式会议，同为通达来备询。在党团协商，连夜各一摆表示爱下边。国情报告结束之后，有任何的想法要跟总统来分享，总统也愿意留下来听大家的这个声音啊。但是名称上可能韩院长所提那个同问同答4个字，可能就是要稍微，因为这个还是有违宪的争议啦。原本把拿到被3党发言委员分配时，552加上总统报告时间抓伫2点钟内，也毋过国民党团有意见，将结尾协商无成，韩国瑜宣布得期过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南美洲即马当是雨季，伫秘鲁是落大雨做大水，传出有一只军用搜救直升机载落来意外，其中15个人是拢不幸过身。因为巴西也发生水崩山，至少有23个人死亡，阁有47个人失踪，目前还搁咧搜救当中。灾民双脚踏伫落高麦，目睭金金，看家己家园叫大水冲去。巴西东南部大雨成灾，对空中会当看到规地山壁崩落。米拉斯吉拉斯的伤亡人数继续增加，救援队伫咧崩起的厝口内底拍拼救人。Nossa, mas muito orei muito a Deus aqui, pedi muito a Deus para Dodil e a Joyce todos que tá lá sair vivo. Orei muito a Deus. 大型机具陆续起到灾区，目前有超过500人伫咧10个重灾区投入救援行动。不过时间一旦拖久，生存机会就愈渺茫。巴西大部分的地界大雨期拢集中伫12月到3月。不过，伫咧芝拉弗拉市今年2月雨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超过所料算的2倍。Quão triste é, não tenho o que falar. É só pedir a Deus para encontrar os que ficaram com vida e Deus faça um milagre. 隔壁国的秘鲁同款受到大雨霜冻，南部阿雷基帕地区大雨水崩山，直接冲入去人徛起。No podemos pasar, todito está inundado, mire acá, ha roto esta cuerda del patio, el primer piso, todito está, mire, ya está con barro, todo ha roto mi puerta de la sala, ha salido por afuera y no, todo está lleno de lodo, no podemos salir ni a comprar. 秘鲁将近半数行政区已经宣布紧急状态，真侪条公路崩山未通，各军方直升机救灾任务下落来，15个人全部牺牲，其中7个也搁是囡仔。全球极端气候，南美洲的国家拄咧面对大雨期的灾情，所带来可见。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这个法院裁定对顶关税违法了后，总统川普随改用1974年贸易法内底122条款，宣布要对全球统一扣上关的15%关税。川普也要来进行国情演说，甚至也先铺文来警告讲，任何想要利用美国这个法院裁决来变高人的国家，都有可能会面对到更较重的关税。 We know that these laws work, they're tried and true, and so we'll have continuity. The policy hasn't changed, just the tools have changed. 美国最高法院顶礼拜裁定，川普引用国际经济权利法威胁了后，贸易代表格里尔甲财长贝森特分别无用就媒体对外说明，川普除了重新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统一扣15%关税，也伫真实社群警告，伊指出，尤其迄寡多年来考察美国的国家，若想要利用最高法院裁决，比沙邦会面临更较悬的关税。122条款将来无互任何美国总统使用过，伊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效期只有150日，英国国会会当决定敢是延长。无将参与少数党领袖杜默已经呛声，民主党会全力阻止。另外，联邦快递23也对美国海关甲边境保卫局 CBP 局长从美利坚合众国提起诉讼，要求退还封扣的紧急关税。同时，川普2点控就任1年过1个月回来的国情咨文，都要举行。川普伫这场等于是市政报告演说中，有了坚持可能会更加3到6点，尤其对前来听讲的高院大法官。They're barely invited. Honestly, I couldn't care less if they come. Okay. 专家表示，除非有啥物戏剧性的身体案，还是外交政策，那么川普的重点应该会放伫外交政策。另外，一直以来的临时脱稿，从民主党议员的临场反应，也拢在考验川普的调定度。I think he's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maintaining a calm demeanor during the speech.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look for to really kind of make the news would be any really dramatically new proposals, or maybe an announcement that the troops are going into Iran while he's speaking, something like that. 共和党目前伫众议有218席，一比民主党加4席领先优势较少。加上美国的其中选举一向不利总统所属的政党，所以福斯新闻引用共和党策略分析师康兰特指出，川普伫国情咨文中强调家己的经济事迹变得特别重要。副总统范斯顶礼拜也伫访问中表示，为了川普会提起工作机会甲制造业回流美国，强调美国优先会吸引支持者的赞同。另外，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查某囝黎彩也会受邀正做这场国情咨文的贵宾。公司新闻翁伦维编译。巴拿马最高法院伫咧1月底裁定，香港中港科技事业伫巴拿马运河两边港口的经营权违宪。巴拿马政府也正式甲因撤销2座港口的经营权，也讲未来要搁集中伫同一间公司。针对这个判决，北京是真不满，不过华府是真肯定。外界就认为讲，这美中的贸易战也扩大来到巴拿马。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是全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巴拿马最高法院伫1月底裁决，香港中港科技事业对巴拿马运河两边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23，巴拿马政府是正式撤销中河的2座港口的经营权。第同一天，巴拿马政府以紧急社会利益做理由，接管这2个港口和吊车、电脑系统和软体这财产。Que quede claro, esto no implica una expropiación de esos bienes.sino su utilización para garantizar la operación de los puertos hasta que se determine su real valor para las acciones que correspondan. 中港科技事业是香港第一有钱的李嘉诚的家族企业。在去年3月，李嘉诚甲香港和中国以外涉及全球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业务，以228亿美金的价值卖给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集团。但却受到北京政府的监管单位出手来干预，和双方的交易因为安尼一直掉伫遐。不过，巴拿马的这项裁决却受到华府的恶扰，这嘛互外界解读讲，这是一场搁一摆升级的中美贸易角力。特區政府係表示強烈不滿嘅，特區政府嘅態度係清晰嘅，反對任何外國政府喺國際經貿關係中使用脅迫、施壓或者其他不合理嘅政治手段。外交部亦都已經清晰表明，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方企業正當合法權益。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伫接管经营权了，表示讲政府会公开招标，美国将2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交予同一间企业。香港政府除了严正抗议，中豪嘛表示讲，接落来无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罗西亚攻击乌克兰满4周年，统计已经造成两国180万人伤亡。不过，根据民调显示，有65%的乌克兰民众表示有长期抗战的准备。伫咧罗西亚嘛，7成受访者是支持普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讲，就算这战争对双方拢是拖磨，大部分的民众也是认为讲，应该要战到掌握有利的条件为止。两军伫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地面战持续进行的同时，罗西亚这阵啊，阁是一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平均一礼拜有2000台无人机攻击，1200粒炮弹，也阁有116粒飞弹攻击。这个月11日，国会通过立法，逐天早起9点，所有乌克兰人手头的工课甲膝头拢会放落来，为战死的国人默哀1分钟。美国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讲，这4年这场战争死亡、受伤也是失踪的总人数达到180万，其中罗西亚就占120万人，死亡的人数有32万5千人。那乌克兰伤亡的人数有60万，死亡者将近14万。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任何强权国家像罗西亚承受这么严重的伤亡，而且过去2年，伫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新式武器援助，罗西亚差不多无攻占偌济新的领土。伊攻占顿涅茨克州重要的交通要道，也甲波克罗夫斯克做例。这2年平均逐天敢若向前攻占70公尺。We fought in 2014, 2015, and we only had Soviet equipment. And now we are using modern weaponry, and thanks to that, we have achieved a lot.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民调，有65%的乌克兰人表示有长期抗战的准备。那罗西亚方面同款的民调有达到7成受访者支持普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讲，虽然双方对战争拢感觉真疲劳，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应该增加掌握有利的条件为止。That's the gap. The Russians want the Ukrainians to voluntarily cede those territories in Donetsk in particular. The Ukrainians, quite understandably, have fought tooth and nail for 11 years now to defend those territories, but also fear that voluntarily giving them up would open the path potentially to a Russian invasion of further Ukrainian territories further west. 世界银行23公布的报告讲，乌克兰战后的重建经费恐惊达到5880亿美金，相当是18兆7000亿台票，是去年国内生产毛价的3倍。这4年落来，西方盟友已经提供超过4000亿美金的财务、军事甲人道援助予乌克兰。那是罗西亚战争的经费主要来源石油出口，因为国际制裁只好拍折来卖，石油所赚的降到出兵进程水准以下。克里姆林宫所以为今年1月开始实施大规模加税，包括增值税为20%调悬到22%，搁降低小企业免税条件，提高企业所得税到25%。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2日搁要伫咧瑞士甲伊朗进行核谈判，伊朗的外交部长表示讲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因嘛强调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全球上大航空母舰美军的福特号已经驶到希腊的美国海军基地，要对中东来施压。因为伊朗嘛无咧落软，革命卫队当咧波斯湾烟花进行操演。美国华裔灰色出兵的选手刘美贤摕到冬奥的金牌，伊的老爸刘俊就是因为参与六四运动来离开中国。不过中国嘛捌表示讲，希望刘美贤会当代表中国参赛。刘俊是强调中国有侵犯人权的问题，用钱嘛买袂到原则甲操守。镜头转来看国内台北滨宽大桥进行改善的工程，说是传出有包厢翁仔某驶车冲落去基隆河，其中查某的有互人救起来，不过查甫的受性命的危险，目前也搁咧抢救。可能是误导，还是迷糊恍惚，怎么会掉下去？水一定是在里面的啊，所以也逃不出来啊。掉下去可能就是老婆有先救出来，没事了，第一部救护车找上头。第二个大概是老公在那边抢救消防局 CPR 电击一直电，好像不知道希望他
没事。而到底这台车敢是因为操作失误冲入去基隆河内底？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台彻底来调查原因，也阁有追究施工的现场敢有落实安全的措施。罗检处也回应讲，会阁来厘清事故的责任。另外一桩事故是宏观客运266号的公车，拜一下暗经过台中市龙安桥，当要倒弯入去红埔产业道路的时阵，那就是因为下过双黄线，甲对向的车辆来相撞。警方表示讲，双方拢无食酒，台中市交通局也依照规定对业者来裁罚。车辆当要正越上桥，想袂到煞含对向驶来的公车相会。驾驶行一条，加载无受伤，而且公车顶嘛无人员受伤，两台车干那车体损坏。代志发生伫23要暗暝5点外，一台由细间的驾驶所开的宏源客运266路公车，迄阵当要对台中新社龙安桥要倒弯入来即个产业道路，却技术超过双黄线，加上车速嘛无慢，和对向的修理车发生相撞。双方车辆于事故地点时，简姓男子自述因大客车车身较长，过弯时会跨越到对向车道，不慎与李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双方驾驶均未受伤，警方已调阅路口监视器还原发生经过。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赛车，确实的肇事原因还阁要厘清。当地民众表示，台北线主线以及附近的道路拢是双向道，路下而且拢是禁止超车的双黄线。不过，常常有看到客运违规赛车，客运业者表示会依照规定处罚，加强安全训练。过弯不慎跨越对向车道案件，公司会负起相关责任。驾员也会行政处分，并召回再教育。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除了将会照契约规定进行裁罚，嘛已经请业者加强驾驶教育训练，确实要求加强公共运输的安全，维护乘客甲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咧事件减肥社，毋过有眼科医师就指出讲，伊有接到一位62岁患者，讲住减肥社2个月了后，伊的目睭却是熊熊咧出血，做3天的手术拢无法度机会，强强要清明。医师就提醒，做这减肥社会害血糖快速改变，若是糖尿病患者，这视网膜会较高出血，要做就要带先来经过评估。医师提出患者病房的相片，多边的目睭出现青斑出血，用超音波扫过去，发现讲有血块伫玻璃窟仔内面。做手术了后，嘛是有出血的情形，甚至有大片的血块嵌伫感冒的内层。搁一摆手术了后，青斑嘛是继续在出血，感冒嘛肿起来，玻璃体内面嘛拢是血。对这医师表示讲，伊一问患者才发现讲，原来伊做这减肥社已经连续2个月啊。就是他血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来，5天之后，我们还是发现到他血还是又跑出来了。更麻烦的是，他后面这叫超音波啦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后面的血更多了？医师王启定表示讲，这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伊多边的目睭进前都有情视网膜病变。伫做减肥社了后，今年初多边的目睭是熊熊，完全拢看无。回诊了后发现是出血拢无得停，就是已经伫要是清明的状态。医师请医生莫阁做，但目前多边的目睭敢若剩光感，等于是失去功能。其他医师是表示讲，减肥社主要是用伫第2型的糖尿病和大口的治疗，会当互人莫遐尼想要食，互胃排空时间变慢，但是嘛会想要吐，出现一寡肠胃道的镜头这的副作用。糖尿病的患者若想要使用，尤其要提高警觉。第一曾经有过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病人。第二，如果说使用前他的糖化血色素大于9到10以上。第三，如果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太快速。好的太快了，或者是第四，他曾经有过视网膜出血的过去时。医师阮春敏表示讲，减肥社敢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还是出血，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但是因为伊会降低糖化血色素，安尼就会连带造成视网膜肿起来出血。嘛，请民众伫使用进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大家南来北往，这肠仔病毒甲落瘆病毒是喂来喂去。这款除了提醒民众要注意食食的卫生，另外提醒民众比行流感的疫情要压起来趋势。呼吁民众若是要做预防射的，特别是这个高风险族群，要赶紧去做。
这礼拜开讲开学，疾管署提醒，肠仔病毒甲诺罗病毒正咧流行，尤其诺罗病毒即马伫国际上的疫情，今年是最近5年来上严重的。目前全国最近4个礼拜接到122件歹巴倒的群聚通报，内底诺罗病毒占8成，尤其是这段期间开讲开学含经济活动，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会较接。所以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大概就是透过饮食跟人际接触哈。那饮食的部分，除了是可能透过料理的过程中，由这个餐饮料理的人把这个身上带有的病毒传入到食物当中之外，也可能透过鱼贝类，特别像是生蚝这样方式没有煮熟的鱼贝类而传播。另外，疾管署也讲，过年期间流感无压起来，不过有观察到 B 型流感的疫情有升悬的趋势。若有出现发烧甲规身躯无力的症状，爱紧去予医生看。不过在 B 型流感它的这个特征比较常会感染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之外呢，它跟 A 型流感比较，它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小腿剧烈的酸痛，那有可能有导致这个急性肌炎也就是肌肉发炎的情形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甚至可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的状况。疾管署呼吁民众爱较常用湿文洗手，才会当避免感染。若高风险族群、老大人含厝内底有红婴仔的民众，也袂做流感含新冠预防车的，爱紧去做。流感预防车目前也有8万外栋，新冠预防车嘛扩大全民注射，时间延长至4月底。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有真侪人去家己的当少食烘蚵仔，因有一间餐厅算是传出有10外个消费者有走白亲像是食物中毒的情形。业者是有随停业来消毒，卫生局嘛有调查，发现一寡所在有卫生的记录，要求限期改善。烘蚵仔餐厅的员工无因摒扫店内环境，消毒民众会接触的物件。家己关当少即间会当家己烘蚵仔的餐厅。有民众伫过年期间来遮用餐了后，所拢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甚至去到病院挂急诊。家己关卫生局接到通报，到现场来调查。昨天卫生局接获2件疑似食品中毒通报，那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吃了烤客之后出现肠胃问题就医，卫生局也立即前往现场调查。除了卫生局的调查，其实业者接到民众反映了后，嘛主动停业来消毒店内环境。业者表示，民众烘蚵仔时阵，若是烘无熟就来食，较会出现走白的问题。餐厅内底嘛有告示提醒消费者，针对民众因为来店食物件看医生，嘛愿意负起责任。因为店家无能控制你安怎食啦，你烘有熟甲烘无熟，店家嘛无法度了解啦。但是你伫遮食物件有出问题，阮店家一定负责到底，因为阮这种有食安保险的。卫生局表示，现场嘛发现业者有一寡所在无符合食品卫生标准。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嘛呼吁民众，即阵嘛是诺罗病毒的流行期，要注意食食的卫生，才会当避免食物中毒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屏东茶城的海口沙埔，昨早也是发生规大阵的乌鹅来客耍的情形，包含海巡、管府，也有10几个在地职工拢赶到现场来抢救。发现讲这11只乌鹅已经有4只已经不幸死亡啊！村内经过因的抢救甲评估了后，要用船啊，甲因载去外海来野放。开工吗？可能应该再一点点好了。用手挖沙啊，豆豆啊，甲看沙的乌鹅好食，避免伊去砸着水。屏东车城海口沙埔24早起有民众发现11只乌鹅看沙伫遮，赶紧通报海巡。虽然过去海口沙埔嘛有海猪啊看沙过，不过做一摆看沙11只实在真罕见。包括海巡、海保、官府甲在地保育志工，大家才出动来抢救。不过也是有4只乌鹅救无回来。要扶正，然后保湿，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个专业的人员量测的心跳，还有呼吸的状况，目前有7只是活体，4只死亡。摕担保来砍伫乌鹅身躯顶，现场的救援人员一直对乌鹅淋水，提因降温保持湿度。等到成功大学的专业团队到场接手，评估健康状况了后，就是安排吊车甲乌鹅吊起伫车顶。成大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乌鹅是规定做过生活海洋动物，这么侪只做过跨沙，可能是当着大只鱼仔咧夹肉，也是带头的乌鹅找无路做时间。看是否有船只可以把比较健康的个体，然后
再往稍微外海的地方，然后做释放。然后如果说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个体，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拉回救援场域，然后做后续的适当的处理。生态王何文主任表示，有救回来7只乌鹅健康状况也算稳定，若是无意外，只是对安排渔船再登去外海北。另外4只已经往生的乌鹅会安排时间破北，看是毋是会当透过病理报告找到相关线索，来了解乌鹅规定跨线的原因。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兆阳屏东场报道。伫咧桃园杨梅是传出有训练狗的学校，对这狗仔是真粗鲁、真酷刑，互人批评的虐待。桃园市动保处派人去稽查，要依照动保法来裁罚。因为校方也承认讲，因的管理流程甲内部监督不足，启动改善的措施。颔棍仔牵普通锁仔甲皮质链的白色叉狗，用真粗鲁的方式对人仔来揪出来，当场就拍伫涂骹。并且社团有人传这个影片，指其这是训练狗仔，也是虐待狗仔。也讲开60万送去训练狗仔学校，说是用这残忍、这酷刑的手段对待。伫网络上，这件代志也引起关注。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行啊。所以看到也是很心疼。对啊，当然了，当然，心头肉是送给人家训练，当然是要学习乖巧一点啊，但是不至于说送去给人家修理啊。讲的再怎么清楚，再三告诫，可是他们还是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拍影片的学徒告诉我，知道的时候当下都有申请结束。训练狗仔学校回应，因伫管理流程甲内部监督确实有问题，因会失礼，也马上启动改善的措施。不过面对放蛇放野甲作恶，也保留法律的追究权利。依据所检举的这个影片。那行为人确实已经违反我们所谓动物保护法第6条，任何人不得骚扰、伤害、虐待动物。即间伫杨梅的训练狗仔学校，方标出疑似虐待狗仔，动保处收到信息，随派人去稽查。也讲若发现狗仔暂时无性命危险，要是会惩罚15000到75000。若采取确定，5年内行为人搁再犯，会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115学年度学测的成绩今仔日开始公布，对9点开始会当上网去查。为着要让考生会当愈快速愈方便去查成绩，大考中心的网站对8点半到下晡1点会改做简易版。这查成绩的服务会开放到8月31。明仔载开始就寄送成绩通知单，因若是要复杂成绩的，就爱上大考中心的网站来申请。对明仔载到3月初4下晡5点为止，拢会当来申请。复杂的结果会伫咧3月11来寄送，而且也会做伙伫咧网络公开互人查。咱过来看台北顶在要伫咧台北西门町的花圃展区来举办。台北市关团局也头一天来宣布讲，有即个禁婚的政策，对2月25到3月15即个展览的期间，展区甲附近拢是禁止结婚的，违规会上当会当罚到1万块。民众欢喜翕相打卡，西门红楼前的北边茉莉屋顶，四季高地，玲珑美主题的乐园吸引大家的眼光。今年台北经济头一摆伫西门町圆山花圃展区全面禁婚。就是好事啊，空气也好啊，当然是禁烟当然是好了，是比较安心，应该的哈，就是全民还是有区域性的比较好，可以抽烟的地方就好了。也毋过电节期间人真济，加上西门商圈店头密集度悬，铺设范围大，政府烦恼全面禁婚执行恐惊也是会有困难，也毋过会配合加强宣导。观光客啦，或者行人比较 OK 啦，这没问题啊。现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员工啊，因为他抽烟不能离他店面太远了，你只要去吸烟区，那店没有人顾也是一个问题。关团局提醒，有部分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部分区使用，以免违规受罚。定节期间，市府会组成跨局处稽查小组，每日进行巡查甲宣导，针对违规部分行为，依法劝导甲处理。我们在西门展区设置3处吸烟区，在花博呢，则是有2处。那违者呢，会处以2000到1万元的罚锾。2026台北灯节全面禁烟。灯节展区及周边都禁止吸烟，有吸烟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以免违规受罚。另外，无分年岁大计生后，经济卫生局统计，比去年出地件数14件，开罚28000块，今年减少为13件，看到人数862人，开罚金额爱等民众电视意见了后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宣布，已经37档毋捌调整过市区公车票价，对3月初开始，全票要起3块半票，半票要起2块，按算一档会当增加3600万的收入，用来改善司机的薪水待遇。工作人员看甲新票价果是摆到好势，可民众上车就会当看到。因为高雄市区公车对3月初一起，全票要起3块，半票起2块。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市原底全票敢若12块是6度上升的，这是37年来头一摆起价。民众有人认为该起就起，有人感觉各项物件拢起价，分开看无啥，算做过真惊人。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动涨，就不要再增加大家。哎，对，增加。尤其是像中老年人生病看病的几率都很高呢，然后这个再涨，我觉得压力真的太大。像老人家是没关系啊，像我们成年人如果要不接受的话，就不要搭就好，都搭捷运就好了。交通局表示，调整票价，敢若有3%的人会受影响。原底就犹太族群，亲像坐火人、学生囡仔，也是买 T-Pass 的民众，只要路卡坐车，拢共款收犹太价。因预估一年大概当增加3600万的收入，到时会用来改善客运司机的待遇。对此业者表示，司机薪水增加，路件保也会变济，因网路线补助嘛当对你行，才被附近提一空补迄空，愈补愈大空。也希望公部门在每公里合理成本上面也可以来适时的做调整，那让公车的能够去找到更多驾驶投入这一个产业，然后让我们的路线的服务品质、安全可以更全面。交通局表示，基本上起价影响的拢是外地游客，也是无拄好爱用现金坐车的人。调整后的票价是用一段一段来算钱的。高雄市区公车上济分甲3段，一段收15块，上济收甲45块。记者柯家做赵阳高雄场报道。台东3间客轮业者去年向航港局申请往回绿岛的票价调整案已经通过，其中一间业者是正式来公告，对3月初5开始要调整票价，去要到2成，这游客坐一抓要加开100个40块。因为绿岛的居民是维持原地价数，另外2间的业者也搁咧观察，暂时是袂起价。绿岛逐年拢有30万到40万的旅游人潮，大部分拢是坐渡船过去的，一抓就要56，已经足侪档啊。毋过后个月就要起价啊！一间去年建造新船来回绿岛的天王星21号渡船业者宣布，为今年3月初5就要起价，一抓就要67，起101块。毋过另外2间渡船的业者还搁咧观望，目前还无起。营运成本、投资金额。还有整个物价上涨、油价上涨，其实我当那个白老鼠，先打头阵。官府表示，往回绿岛的渡船3间业者去年拢甲航港局申请要起票价通过，毋过渡船的票价是市场机制，官府敢会当尊重。毋过要求绿岛居民票要是要依持一抓25。毋过旅游业者嘛烦恼讲，去年绿岛的观光是真歹，后个月票价若起，可能会影响到绿岛4月开始观光旅游大过人潮。船公司肩负了整个绿岛居民的交通的责任，那我们是一定会要求他们绿岛居民的船票是不能调涨。优惠促销的时候才把客人拉进去哦，那如果停止这样优惠的部分里面，那客人就拉不进去，何况现在又要涨价。官府嘛表示，往回咱所渡船业者去年上时嘛提出要调整票价，毋过业者还未公告要起价。不过渡船的业者表示，因为未来拢会有新船加入营运，票价应该拢会考虑到营运成本来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本土语言课程列做国中、高中的必修已经4档啊。不过有调查显示，讲高中生无论是对这台语教学的满意度，或者是师资的专业性，拢无改观。到底是这教材上过困难，老师无够专业，或者是这环境互囡仔无想要学台语？咱来看伫咧台南师资培训的现场，做伙来探讨。
台顶的台语老师咧示范朗读的美角，台卡侪是有心投入台语教学的老师。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休寒期间办的台语师资培训，协助在野的老师考过台语认证。各高中本土语正做必修课程要4档啊。民间团体针对108课纲本土语课程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敢若32.8%，那学生对师资专业性的满意度50.5%，两项数据拢无真悬。国字都看得懂，但是拼成台语很困难，听不太懂那个拼音。看了安怎？哦，做稿诶。安美国中休寒期间，嘛培养囡仔台语竞赛，不过有老师发现讲，学生感觉唔是考就凊彩学，家长嘛无重视，所以台语这科就无放注重。嘛有校长认为，囡仔要学的物件伤济，所以放伫台语的时间就较少。要发展双语的政策，也要发展台语吼。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排挤着吼囡仔的学习的时间。想要办一个台语的即个福利社，台语的即个园游会，各种的即个活动，互囡仔用个伫咧生活当中学台语，嘛袂感觉讲学台语是一项足讨厌的代志。经过行政院2020年的统计，65岁以上有65%咧讲台语，6岁至14岁囡仔剩7.4%，囡仔的台语能力愈来愈歹。就师培中心的老师认为，现时时的教材程度有较悬。无法度符合即摆囡仔的台语能力。咱这个课纲是伫107年去定的，咱是用迄阵囡仔伊的台语能力。你甲经过10档了，咱嘛是佮用同款的标准、同款的理想去做，甚至伊会根据伊家己的理想，佮加较济的练习。这对囡仔来讲变成一种负担。经过教检甚至实习，伊可能就对一寡学校的运作，或者是讲一寡对囡仔伊的发展啊、伊的认知啦，可能就有更较好的即个美感。导师建议，上介重要就是有专业的台语师资，教育单位的演习嘛要互台语老师拢知影，因才会当去上课。社会无真侪人咧讲台语，所以希望社会爱提倡讲台语，互囡仔认为讲台语是真歹的代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要发展台语，唔乃透过教育伫生活当中，嘛得爱来推动。2023年，新北市府将小报歌登录做全台头一件汉民族口述传统，有学者将这小报歌来写作乐谱，希望会当保留这项传统艺术甲台湾本土的文化。石碇仔小报歌，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伫新北市石碇仔举办的口述传统小报歌传习班成果发表会。身体健康各样高，有缘请使甲阮传。光无来好用呐。咱有机会时会再训练，从有心的人就去采集，互咱遮即寡迄个。民间啦，不管是歌谣啦、故事啦、迷彩啦、言语啦等等拢会使给记录落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的文化形式啊，所以呢，小报歌呢，我才会把它叫做这个台湾音乐的 DNA， 因为以保留加从源头一个艺术形式的发展的一个样态。新北市政府伫2023年，甲小报歌正式登录做全台湾头一件汉民族的口述传统，而且指定陈好夫甲高罗珠两个老师正做保存者，为着让小报歌继续传落去，蔡家芬教授也搁甲台湾音乐馆合作，透过现场采录、听音、编谱的方式，甲小报歌乐谱化。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要再回来认识家己的物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影别人的好，我会晓讲出别人的好，会晓表现别人好，啊，我嘛是希望我有机会会当去甲别人讲台湾的好。珍贵的文化资产，用各种的方式记录、转译甲创作，拢会是台湾人共同的文化基地，嘛，互传统艺术会当继续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法国乐浦江进前发生调查头，也有管理的问题等等。即阵这馆长已经提交辞呈，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批准，讲这是负责任的作为。巴黎乐浦江博物馆馆长戴卡赫正式提出讲要时，马克宏已经接受，讲伫咧全世界上大间的博物馆，当当需要认证强势新动力来做安全甲现代化相关专案的时阵，戴卡赫实质是承担负责的作为。
戴卡赫最近受到国外批评，去年10月，罗浮宫价值1亿200万美金的珠宝去用偷提去，交达下落不明。戴卡赫就承认讲，无法度提早发现到罗浮宫已经互贼头上准，已经知影罗浮宫的保全弱点，也无赶紧改善，所以这个全球上受到欢迎的博物馆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Malgré nos efforts, malgré notre travail acharné au quotidien, nous avons été mis en échec. 8 objets d'une valeur patrimoniale immense, témoins de l'histoire de notre pays, conservés dans le cœur historique du palais du Louvre, nous ont été arrachés. 另外，对12月以来，罗浮宫员工因为薪水低、劳动条件歹，发动真侪届罢工，真侪问题嘛去用逼出来，讲设备旧、天棚可能随时会崩，电缆大厅漏水，造成一寡古车烂去，还有离过员工甲带旅行团的斗空卖票人骗钱。包括就新界所在内的批评人士，就质疑讲，博物馆伫咧安全甲基础维护经费拢变无够，买新的艺术品煞拢是大出手，最后也敢若1/4有对外开放。搁伫咧疫情了后展开专案，投入大量金钱，早就爱检讨。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在新闻的最后，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2度，中部地区17度至30度，南部地区19度至31度，东部地区19度至26度。也有外岛地区12度至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